水儿好些了吗？放心吧，门将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准备好行动吧，守护好明镜村。吴上国，林甲军日落之时就会到，但屋里那个女孩要送回人界。她和曹彦斌分开的事有蹊跷，万一她是曹彦斌故意安插在明镜村的棋子，我这就去。过了今晚就没事了。吴上国会让地狱的火焰全部熄灭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我先送你回人界吧。这么急吗？今晚会发生大事，恐怕我们无法抽身兼顾夏小姐的平安。果然，我在哪里都要人保护。我在哪里都会给人添乱。果然，我不适应领域，还是回学校吧。
你是要去明镜村？我来杀了狗腿。想去明镜村，得先过我这关。你凭什么认为你算是一关？白老师们，祸不及妻女。谁是你妻女？你怎么可以用女人当人质来威胁我？你不是人质吗？当然不是。难不成你叛变了？拜托。夏小姐要回人界，走之前想见你一面。我就是回学校参加一个毕业答辩，等一答完辩就会回来了。真遗憾，我还以为你开窍了。什么意思？既然要走，就别回来。你父母找你，你回去；学校说毕业答辩，你回去；你好闺蜜失恋，你回去。是不是你前男友结婚，你要回去？挤不进的圈子就不要硬挤。为难了我，也作践了你自己。对朋友说话，这样合适吗？你闭嘴！听说你袭击了林甲军，你听说的对，包大厅是死在你手上。你说的都对。曹彦斌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能不能认真一点？你不也认为我是个杀人犯吗？难道是真的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怎么？我现在让你过来，你还要征求他的同意，所以你信任他多过信任我了？过来了，你说吧。信呢？在我这儿，怎么了？给我，我懂怎么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信上说什么？你凑过来，我悄悄告诉你。好久不见。你又想消除主人的记忆？不，这次我是来找你。当初我说了，不让夏灵介入灵域世界，因为灵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。一旦介入越深，就越难以脱身。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两个世界，当你选择一个，就必须舍弃另外一个身份。可主人是祭灵人，但也只能有一个身份。他有父母，有朋友，他是出生在人界的祭灵人，他的根在人界，不在这里。我无法反驳客观事实，但你也要尊重主人的选择。小孩子胡闹，大人为什么要尊重？主人不是小孩子。我没有时间在这边跟你纠缠下去。我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身上的锁心链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异人，你是由清风异化而成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鬼符三通告诉我，你身上还有另外一股力量，而那股力量，就是来自清风的死敌——华沙。华沙。你不知道吗？你干什么，北斗师门？苍彦病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开脑啊？你不是要带他回去吗？为什么阻止我消除他的记忆？你是想消除他的记忆？你说呢？我以为你想伤害他。我这是拜托你们两个人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也比你无药可救强。当初我就不愿意带你过来，要不是你死皮赖脸跟着，早在进雨林街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果断把你扔下。我现在真是10万倍的后悔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对。可我救过你的命。可我救过你不下10次，你救我一命减1条胜9次，你没救过我，是因为你太蠢了。我跟你讲道理你都听不懂，所以我对你开导，以你的智商迟早死在这里。难怪
快滚回你的人界，老老实实做你的人类，别再掺和我们纪灵人的世界。我也是纪灵人。那你的守护灵呢？我怎么没看见呢？李轩辕，在哪儿啊？李轩辕，你给我出来！走就走，乔彦斌，你以后不会再看见我了。那一次不经意的遇见，牵起一生的人，那双温柔的眼眸，不觉触动了琴弦。撞人了就不会说对不起啊！对不起啊！赔钱赔钱赔钱！是你送外卖的。就是我送外卖的。你干嘛？鬼上身！给我交出来！隔壁老曹，让你家男人请的啊！哟，曹彦斌，你回来啦！你没跑，他哪里有这么帅？喂！不，将军，逮他呢！夏玲，夏玲，夏玲，刚谢谢你。小妞儿，守护灵不灵？换个人叫试试，如何？曹彦斌，出发！闯祸的人走了，你真是个渣男，总好过你这个人渣。给你吧。
保护南大人！保护南大人！南大人！南大人不要啊！南大人！南大人！南大人！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是一伙的！南大人居然跟他们在一起！简直就是骗人！ 吴善果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毁树。杀人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你我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菩提树被毁了。
会在另一个世界等你，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。赫赫有名的门大人，现在好像一条狗啊！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修罗，被迫穿上屠夫的衣裳，我希望我并不孤单。还累吗？这个还好了吧？你要有我这么高，来来来。道具老师那个艺术直接这样，不过没关系，10遍也都有10吧。你这个应该也有10个吧？没有，我只有3个。忘记了。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的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人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，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，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，退亦无可退，一生错背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。已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